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人 Podcast 频道，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日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书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册笑，嘛有人讲坐笑，这块书会当拆开来开考。册若孤字字来讲，就有负担责任的意思，一般就是爱用钱来负责任。咱会当伫王玉德博士著作的台湾语常用语类内底看到这句例句。若碰见，则找你。这句的意思就是讲，若物件无去，我则甲你赔偿。赔偿一般惯是会讲赔偿，毋过偿这个音伫书典内底超找，嘛超无赔钱的意思。偿则有。这嘛伫遮分享互大家做参考。册阁有另外一种用法，亲像你若会去得失着王党的，得失土地公是饲无假呢。较听早一个盘手，我带你来甲王党的册不是，伫这个所在的册，就是回失的意思。说白了，咱即马阁翻头来看册笑，伊同款嘛是有两种意思，一种都真单纯，就是去纳钱。纳笑的意思，像讲，咱食这摊，等下互你去册笑，好无？另外一款就是甲责任担起来，用喙担，用行为担，用钱担，这就要看双方面安怎敲切，嘛会当讲，我欠伊钱无才调行，伊就来阮兜甲我的电视、冰箱、放椅拢总搬去册笑，佮亲像。阿桃腹肚内的囡仔，明华敢要册笑，就是咧邀伊讲明华是要负责任，也是会甲代志背甲离的意思。安尼，咱今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过来哦。